像一蕊花，开的时阵这呢美丽，经过风风雨雨的转变，闻着阵阵的花香味，爱情总是予人痴迷。 甲心肝底依背，一句甜蜜的恋爱话，咸酸苦涩拢无怨猜。你是我上纯情的梦，一世人。 将你放，对你的思念掺着淡薄亏欠，因为我知影，人真正无同。你是我上纯情的梦，一世人袂当将你放，对你的思念。 掺着淡薄感慨，若爱情是幸福的所在，爱情是幸福的所在。今日爆发的正良投资公司违法吸收资金的案件，目前已经知影国内有真侪间有名的企业受害。 其中也阁包括上海有名的企业罗氏建设。根据本台可靠的消息来源指出，罗氏建设的员工罗中生私底下偷用公司的名义参加正良投资公司，已经造成该公司营运上的危机。再来就是阮的现场报道。我就讲嘛，我就讲恁罗氏建设哦，一定会倒落去的。哼，真好。哎呀，天公伯啊，天公伯啊，水。哦，来。 来，你看啊！什么代志？你看，罗氏建设去了了，我就讲罗氏建设哦，一定会倒落去的啦。你有不敢这样子见短吗？啊！你是去什么乱七八糟的投资公司？是去甲投资什么外国？我无啦，也我无，我唔承认，我无，当处长，当处长，当处长，唔通安尼啊，唔通安尼啊，吼！你莫生气啦，当处长。 哇，人袂生气死唔干，死袂变，哈！我暗号你遮久啊，我今仔日就无甲你教什么来用的啦，哈！当处长，你先莫生气啦。代志既然已经发生啊，你就互长生解释一下，看伊到底做啥物代志，咱才会当想办法解决啦。长生啊，你唔管因啊，当处长讲你做啥物代志，到底摕偌济公款啊？我著摕公司的大细粒印鑑去来银行借钱啊！啊，这个我知影我唔对啊啦。 你原谅我啦！原谅你，我已经原谅你几百摆啊！啊，公司的钱互你摕无够啊！你搁蹛我脚遮后用公司的名义去借钱，你到底是借偌济钱？你讲？哪讲？啊？你还搁唔讲钱？啊？长生，你紧讲啊！你看你从当处长气甲安尼。讲啊！要借千几万。 千几万，咁这千几万啊你啊？是千几万美金啦，还在票3亿啦。当处长，当处长，当处长，君华，当处长，来，在这里。君华，我来叫救护车。你在上一个边呐？你这摆情形安怎？我已经有甲注地口药，暂时应该是无问题啊。也毋过这2天介重要。 卡所以若我都精神都无问题。也毋过伊血型足特别的，卡所万不你若在开刀，我希望你会当输血，你在留伫病院随时待命。无问题，我一直留喺病院。那呢，恁相体去办一下大医手术。哦，我马上去办，多谢你。哦，对啦，卡所若有机会会当甲伊加讲话，安尼会当刺激伊的感官神经，安尼对伊恢复以前较有帮助。哦。哦，多谢医生。嗯。
拢是我的唔对。长生偷摕公司隐瞒的代志，我应该较早甲董事长讲的。今仔日就袂有这个场面。毋是你的唔对，你莫阁怪你家己啊。董事长，既然自有天相，一定真紧就会好起来。啊，无安尼死人，你去甲董事长讲话，无得靠伊听会到哦。拄仔医生讲的，你敢无听？伊的病情真无乐观，即马做啥拢上班。君华，这个人吼，伊是恁老爸呢，伊拍拼规世人，伊毋捌互任何代志拍败。无毋对，伊即马是破病啊。也毋过我相信，伊踮咧黑暗内底，一定还搁咧甲病魔奋斗。你的身躯留伊的肺呢？敢讲你目睭金金大安尼放弃伊？我家己嘛唔知影啊！我即马足后悔的啦！我还阁有真侪该做的无做，该讲的拢还袂讲的啊！我本来要阁叫是我的病情，会当拖一天算是一天。我真侪代志会用慢慢来，也毋过，谁会知影？董事长伊会比我先倒落去。天公伯啊，先让我给一点时间啦！君华，你莫安尼死好无？你相信我，还阁会付。你紧去啊！去将你心肝内想要讲的话，甲董事长讲，紧去啊！董事长，俊华即摆伫咧你的身躯边，伊有话想要甲你讲。我知影，我知影。这20年来，咱爸仔囝也分开，妈会来离开，毋是完全你的唔对，也毋过就是无法度来说服我家己，来接受你。我真是真幼稚，才到30岁啊！我遮尔啊无享受，我知影我家己唔对，我毋是惊甲你爸仔囝笑你。我是惊我家己，惊我无法度面对家己的亲生老爸。要讲起来，其实拢是因为我无勇气来面对我家己。阿爸，原谅我，原谅我这个不好的后生。你是我上纯情的梦，一世人袂当将你放。是我上纯情的梦，一世人袂当将你放。原谅我，原谅我这个不好好生。阿爸，
董事长，董事长，中华伫你的身躯边，伊伫你的身躯边。阿爸，我是君华啦，我弟弟在你身躯边啊。董事长真神啊，伊真神啊！阿爸，我是你的囝。你放心，咱这世人不会搁分开啊！你放心啦，我一定会好好友好你，我们永远跟你做伙，好不好？阿爸。喂，阿姨哦，是我啦，我是志坚啦。请问院长敢有伫厝诶？哦，是安尼啦。我有一寡投诉上的问题吼，想要问伊啦。也毋过一两天敲电话去办公室找无伊个人啊，所以毋知敲电话来厝诶。好，就安尼啦。你若拄着院长的时阵吼，叫伊敲电话互我。好，多谢。创啥吧，连人都找无啦。看起来这个姓何的条件无够紧，我一定爱未雨绸缪，另外找一个金主。Hello， 志坚，明芝，你哪来啊？我一个人伫咧厝无聊啊，想要找人开讲，打电话去恁兜无人接，就走来公司看卖啊。对啦，我知你上介意食的宵夜哦，先卖无闲食宵夜。好，来，这啊，多谢多谢。哎呀，即马拢见遮晚，伫咧公司哦，舞东舞西，时间过得有够紧的。是安怎啦？看你的款，精神状况无啥好呢，公司发生什么问题哦？是啊，为着公司的资金咧头壳疼。是周转的问题哦。其实本来资金是无啥问题啦，啊，毋过吼，阮公司上大的股东啊，就是苏林院长啦。自从电话苏林迄件代志了后，伊就一直对我有误会啦，资金一直摕出去，我真困扰。有够过分的，伊安尼做足恶质的呢。啊，无是要安怎？求伊嘛无爱插伊，敲电话互伊，伊嘛无爱接啊。即马公司业务拢卡掉的啊，搁再安尼落去哦，恐惊连员工薪水都拢发袂出来啊。哈，这么严重哦？所以最近啊，困也困袂好，饭也食袂落去啊。对啦，不瞒你说，你今日早来宵夜，是我今日除了啉水以外，唯一食的物件呢。哦，那安尼你的身体哪会堪的啦？我唔管，后摆逐工哦，我拢要甲你送便当，而且后要亲目睭看你甲便当食了了。多谢你，你足好诶。啊，对啦，我想到啊，要是我转去先叫阮爸拨一寡钱互你，先替你渡过难关。这安尼唔好啦，要来使用你兜的钱。哎呀，这寡小钱算什么啦？而且先替你渡过难关啊，就当做是你先投资，等你趁钱啊再还给阮爸。这唔好啦，这安尼敢若是。莫阁敢若是啊啦！我甲你讲，我敢保证，只要我甲阮爸讲一声，伊一定会答应。那安尼好啊，既然就要投资啊，过去找一寡时间哦，我去甲恁爸说明一下，开一个说明会，安尼我感觉较好啦。安尼嘛好啊，感觉起来较专业。我替你约时间。好啊，多谢你。哎，真嗨，若是无你哦，我真正唔知要安怎。你唔通安尼讲啦，只要你答应我，莫唔食唔困就好啊。嘉文，你找我有啥物代志？俊华感谢你一卡手指，敢唔使借我者？你要创啥？放心，我袂甲拍无去的。嘉文，你到底咧创啥这尔神秘？是安尼你要又来吃？我有我的用意，相信我就对啊。俊华嘛记要到，我来等伊。接着做，到底什么代志袂用踮公司讲，一定爱来遮讲啊？我想要甲你讲新来的代志。我毋是早就甲你讲清楚，以我目前的情况，我已经无资格过问新来的代志啊。我不管你较早是安怎想的，我最后搁甲你问一遍，这是毋是你的真心话？我讲的当然嘛是我的真心话啊！我祝福恁两个人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你甲我问这到底是什么创啥？你哪有这卡手指？
新兰，你用倒来啊？手机是新人教你的。新兰，我讲过啊，这是恁最后的机会哦。变情手指算是一世人的约束。你既然就这么无要无紧，把爱情当作儿戏，那你第一卡手指要创啥？不如等一下啊。拜托，你想要创啊？嘉文，哦，你嘛较拜托的，手指敢是你的？你现在我牵伊杀哦，你哪安尼哈？俊华，嘉文，你是创啥啦？嘿，新人，你莫冲动啦，迄水啊深你无看心。原来你阁会关心我。我拜托你想我对你莫做戆代志也好无？我安尼做，我只是想要你快乐，互你幸福啊。但是我的世界若是无你，我要哪会幸福呢？我要哪会快乐？就准讲我唔对啦，你嘛袂用用这个方法来甲我挺宽啦。你跳落来掩饰，你叫我要安怎？卡叔公，若是你死啊，我是要安怎？恁罗密欧甲朱丽叶戏是演煞过啊？喂，你搁甲我讲话？我的手指是去互你弹掉的呢。喏，手指伫遮，我只不过是甲恁骗的尔，你就紧张到安尼。看起来这甲手指对你来讲最重要哦。唉，过来就是感人的场面咯，看袂落去哦。这甲手指我先替恁保管，等恁若想通，再来找我摕。你嘉文。这个哦，我进行做代志莫甲计较。那安尼你嘛爱答应我，以后袂用搁再讲要离开我的话。我以后袂搁再离开你。这久无甲你真真的。喂，郭经理哦，我是潘社陈志坚啦。请问一下哦，钱敢汇入去啊？哦，好，真好，多谢你哦。明子老爸真正遮好嘢哦，我会付我爸这个机会。你是我上纯情的梦，一世人袂当将你放。上纯情的梦，一世人袂当将你放。田总，雄雄公公赶紧要去倒位吼？为什么你安尼阴魂不散，甲我高高的？你到底有什么企图？总裁，维纳斯集团的萧天爱夫人来啊！夫人你好。来，请坐。为了要省大家的时间，咱直接来切入正题。今仔日要讨论如何应对罗氏建设债务危机对规个度假村建设案的影响。物件摕出来。这几张是阮罗氏初步提出来的解决方案。明基集团这边嘛已经认同啊，
请夫人你过目。妈，维纳斯集团已经决定，对即马开始全面退出桃花苑度假村这个案件，所以搁再开这个会议已经无什么意义啊！我告诉你。夫人，请稍等一下，你是毋是对阮的方案无满意？我应该重新搁写一份啊。是啊，妈。假使你若是感觉有啥物问题，你应该讲出来，咱应该再参详啊。全面退出是维纳斯集团的专业评估，真歹势，大家在商言商，原因我无法度讲。我人听，要回来饭店休困。为什么你要安尼阴魂不散甲我哥哥？你安尼我是要喊救人哦。你若想要喊，上好是喊较大声的啦。警方即摆咧调查你囝保山的代志，查了真认真。你喊较大声，甲警察拢喊回来。我先算甲恁囝黑社会背景讲出来，互警方知影。伊的罪名咱甲算看卖啦：戕害、伤害、非法持有枪支、加入黑社会。若是这个罪名哩哩扣扣加起来，恁囝后半世人可能就无够红光啦。伊若是捌杀死过人，伊有可能直接去用判死刑啦。你是咧威胁我是？博士，原谅妈妈，为着维护迄个心肝遐尼向的琉璃话，毁掉你的前途，我只好忍痛牺牲明智的利顺。信来，博士，原谅妈妈，妈妈是不得已的。无合理啊！无得甲又夸张，也若无伊无可能遮尔轻易来推翻一个跨国合作案啊！一个具有感情冲昏头的查某人，哪有可能做出聪明的决定？博山，卖将妈讲啊遮歹听好无？这10年的时间，绝对有法度改变一个人。就算伊真正是妈，经过命运的安排，伊选择要来接受现实。这，咱都要认清这个事实。伊真妈已经变做是一个自私自利、放荡的查某人。博山，假使你若搁开嘴合嘴，拢在侮辱妈妈，我马上就要离开遮。好啦好啦，代志都还未分清楚，恁才伫遐来冤家呢？即摆上重要就是赶紧想看卖啊，有啥物办法来挽救这个合作案啊？就算明智全然倒去，我嘛袂去救迄个甲刘丽伟共路的人。博山，进来，你敢讲啊？来，当处长，俊华，有够悬啊！阿爸，你放心养你的边啊，公司边的代志我会处理啊。是啊，当处长，来，你爱相信虎父无犬子这句话，你嘛爱相信俊华也当替你将罗氏恢复以前的光彩，你就安心当要便宜，让俊华没有后顾之忧去替你打拼。哦，安尼哦。好啦，安尼啦，罗氏建设吼，拢总交互你啊啦。阿爸，你帮忙啊！我是暂时替你管理尔哦。等你若出院了，你也可以接手经营，唔通甲借人扫我。食水果，当处长，要毋过我会提醒你，你袂用讲话无算话，想要偷懒，就一直踮咧边，袂出院哦。遮尔对我好啊！啊，俊华甲新兰也伫的。阿姐，你的气色吼看起来袂歹，身体应该好真济啊吼。你还阁为了面讲来遮奇我，你甲我出去，你甲我死出去！当处长，你的心中啊！我叫你出去，你有听到无？我无爱阁看到你啊！阿姐，我知影我唔对啊啦，请你原谅我好无？莫赶我走啦！我真正唔知影要安怎讲你。你敢无想着讲，伫九泉之下，你的爸母的面子拢总互你下了了，你这无路用人啊！阿爸，既然长生已经认唔对啊，你就莫搁来责备啊！对吼，你唔通袂记伊是我的这辈阿兄呢？是啊，当处长，你着搁原谅伊一遍啦。哈？我已经原谅伊偌侪遍啦，伊敢捌讲一遍安尼吼，真正是忏悔改过啊！
那对伊哦，我已经早就死心啊啦。阿爸，你莫甲放弃啦！咱是伊唯一的亲人，较说连咱都甲放弃，安尼命咱望伊袂放弃家己，哈？有听到无？有听到？这是俊华咧替你咧讲好话啊！好啦，我阁予你一摆机会啦，你家己爱好好啊，会晓参会。起来啦，起来啦，起来啦！阿姐，多谢你啦，我以后吼一定好好打拼。俊华，即摆公司的财务发生遮尔大的困难，你若假使讲真正是调度袂过来，有需要我来敲电话找我的老朋友来斗相共无？就叫你放心啊，你搁一直想，你好啊，用边公司交我啦，啊？这样代志吼，真好解决啦。俊华哦，转去香港，啊来因外妈，就去杨老夫人讲一声嘛，啊老夫人一定会拨一大笔资金哦，来帮助罗氏建设啦。啊到时阵哦，代志就解决啦，对吧？你甲点去，你若无开嘴哦，无人会讲你是下狗。张生，以后莫踮我的面头前提起讲甲阮外妈调资金的代志，我甲阮爸无可能开这个嘴啊！你嘛知影，阮爸的人无爱共拜托，我嘛是共款啊，这是原则问题嘛，啊公司就变甲安尼啊，啊搁咧讲啥物原则啊，无原则啊？我拢知啦，莫搁讲啊吼。阿爸，来啦，食鸡子，我请你食。哪遐戆假啦？明明简单一句话就应该解决代志啊，哪着爱安尼设一日较大？周特助，罗氏建设爆发财务危机，这个消息你应该听人讲啊吼。我是有听到淡薄仔风声。我就无该客气啊，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为了要救罗氏建设，我想要请你带话给杨老夫人。罗氏建设需要伊的资源。哦，干嘛呢？罗氏建设爆发财务危机，已经闹甲大家拢知啊啦。连新闻哦嘛有报啊啦。敢讲你唔知影呢？罗先生，我唔知影你是以什么款的身份来关心罗氏的财务危机。也不过根据我所知影的，你伫即摆财务危机当中扮演着真重要的角色，敢不是？总共一句啦，我只是来话带到啦。因为罗董甲张君华是碍于私人甲面子的因素歹势开这个嘴啦。只好我做这个中间人来传话啦。多谢你的传话，我会主动去了解所有的状况，必要的时阵，我会请老夫人来处理这件代志。好啊，安尼就麻烦你啊这个是真好啦。只要杨老夫人肯为罗氏建设斗3工，安尼我以后就有机会好好啊赚一笔啊。又搁用个转去以前叱咤风云、行路有风的日子啊！你是我上纯情的梦，一世人袂当将你上纯情的梦，一世人袂当将你放。我知影要叫你甲我斗阵下班转去休困，迄是无可能的代志，所以我就选择留等遮陪你。真好啉。君华，你是安怎啦？无安怎啊，药我食就好啊。袂用的啦，你袂用安尼继续落去啊！我拜托你好无啦，莫搁加班啊，转去休困。哎呀，我还有代志还未做完啊。做袂了有啥物要紧？你想要拼命，嘛要有命拼才会用的啊！假使你搁继续安尼落去，我惊你挡袂到董事长转来迄天。转去啦。好啦，我听你的话，转来去。行。对。啉好了。
先啉好了啦，紧嘞。对啦，嘉文，你敢毋是有讲过，即马有一个上新的手术，迄个手术的危险性敢有悬？危险性有悬无？我即摆阁无都真确定啦。要不过这个脑部手术是用上盖新的伽马光纤维镭射，是属于非侵略性的治疗。这甲原本的侵略性治疗比起来，是加真安全。若是照你安尼讲，手术成功的机会嘛比以前悬真济吼。应该是啦。新人，你应该去考考谢君华去试看卖。阿姨，阿姨救我！淑玲，姐，你救我！淑玲，你莫阮闹好无啦？我若接电话给你，你一定袂办法做爱啦。姐，淑玲，你莫搁再闹啊啦，莫闹好无？淑玲，你救我！原来是你哦！你伫厝诶啊？我计是无人伫诶。哎，你毋是讲这间厝是要互妈的？你搁转来转啊？我转来摕物件啦。走的时阵，雄雄讲有寡物件袂记得找咧。哎，我若无记了无毋对吼，当初毋知啥讲的，会当为着爱情、权势、地位、名利拢无爱治，安怎？即马为着一寡物件，面皮都结交交，要转来添家。讲话当时变甲遮尔高共口势，两工仔无见，敢讲你即马变做是即间厝的新主人来咯？妈知影我对伊的好心啦，所以将公司甲厝的交互我了后，真放心去办一寡代志。安怎？你有意见？我哪会敢有啥物意见啦？担当的啊！你即马算起来是磐石建设的老大呢，无定着连工我都爱远望你，送我一喙仔饭来食呢。原来是安尼哦，想要当个磐石哦，哼，迄唔较简单，办袂到啦。我用大财想，我嘛知影你即个陪陪囡仔会安尼讲啦。安怎？是毋是想到什么新招式要对付磐石啊？新招式？看哪有啥物新招式啦？我看是你即阵啊，武侠小说看伤济哦。我有听人咧讲咧，你甲明知即阵啊行了真晏，我感觉真意外呢。明知唔知影你甲苏玲一段遮尔美丽、遮尔使人感动的爱情故事。哦，你歹势甲讲啦，不要紧，我这个做客白替你开嘴啦。你在威胁我？就算我咧威胁你啦，你有意见了？好啊，你有什么条件？较早你是巧巧的人。对伫我的身躯边遐尼久，总算是有学到一寡物件啦。真好，既然咱已经甲话讲明啦，我就伫话伫讲啦。我要磐石建设配合我，甲李博山的明记集团正面挑战。你要向明记正面挑战？你伤天真啊啦！李博山伊有日本的黑道的老爸咧替伊斗相共呢，你讲挑战就挑战啦！我若无这个把握，我就袂安尼讲啦。这个老高讲啊，敢若有影的，敢真正无问题？我有听伊讲啦，明记集团这阵仔甲磐石建设真侪 case 拢抢去。敢讲你甘愿做一个古仔囝偏仔网的准拄煞哟？你无想要互因好看一个？乱讲！我甲你讲，你等下看，这个鸟巢湾我一定讨倒。真好，
真有志气。安尼祝咱合作愉快。刘叔，这久无看，确实是真久无见。之前讲咧无毋对，你愈来愈水哦。啊，多谢刘叔。啊，对啦，你今日哪有闲来公司？这间公司是刘叔一手创立的，我对这间公司的感情真深啦。虽然讲即马刘叔退休啊啦，甲董事长的大位交接无自荐，但是我人吼，若是伫这附近吼，我这两支骹就真主动，会行入来这间办公室，入来坐坐啦。明子啊，我听人讲哦，你甲志坚这阵仔行了真晏哦。啊，无啦，阮两个只是靠话讲。哎呦，唔通歹势啦！这少年人哦，互相交陪，增加互相的了解，迄是正确的啦。因为知人知面吼，不知心啦。啥物人知影讲哦？对方甲咱咧交往的时是用啥物款的心态，对不对？啊？也毋过若是阮之间哦，这你放心啦。刘叔哦，不是伫个身躯边咧甲提醒啦。做人就要光明正大，唔通共欺骗，对不对？有刘叔你挂保证，那呢我就放心啊。哎呦，刘叔还有代志要去处理，连间我再请你甲之间出去啉一下咖啡。好啊，刘叔你顺行。哎。志坚，阮爸爸今仔日叫我来，是要问你公司敢有需要斗相共的所在？哦，对了，我都有代志要甲你讲。最近公司吼，按说要甲日本维纳斯集团合作开发度假村的 case， 所以伫最近吼，可能用到公司的大笔资金哦。要动用大笔资金甲维纳斯集团合作，是安怎？我从来毋捌听你讲过。啊，是阮爸建议的，嘛是伊牵的线。本来维纳斯集团是要甲明治集团合作的啦。也毋过因的条件讲了无好势，所以无合作嘛。所以呢，阮爸要将这个 case 给抢过来。也毋过，遮尔大笔的资金，若是出问题，是要安怎？免惊啦，阮爸哪有可能甲你喊牌？搁再讲，伊伫业界遐尔久啊，这样还是老的辣嘛。我感觉应该相信伊的判断。好啦，既然你认为是有利的条件，安尼就照你的意思啊。有你的信任做我的后盾哦。我陈志坚还有啥物代志袂当成功？哎，金华，进来，我带来一个足好的消息咯。什么好消息？老夫人决定要投资罗氏一大笔钱，而且这钱吼，伊拢要交给金华负责哦。真是的哦，安尼足好的呢。俊华，安尼足好的对无？若是安尼时，所有问题拢解决啦。嘉文。老夫人哪会向讲要安尼做？敢有人啊讲罗氏发生的问题？这你都唔免问啊嘛，规日老夫人早就想要去台湾投资啊，这么时机刚好，水到渠成啊。这个消息知影人并无多，到底是啥棒消息啦？是啥甲我讲也无重要，重要的是你安怎运用这笔钱，哪得替罗氏操盘，嘛得替老夫人做好把关的工作，安尼伊的投资唔就有价值啦。是啊，俊华，既然老夫人遮尔有心，你就接受啦。敢讲恁无去想看卖啊？放消息的人真有可能有其他的企图啊！啊？我想应该袂啦，你莫想伤多。君华，你想咱袂当欢欢喜喜接受老夫人的心意啊？罗先生，多谢你甲罗氏的财务危机消息甲我讲。唔免遐尔客气啦，用个替杨老夫人斗相共吼，是我的荣幸啦。啊，若斗你的资金，拢会全部交张俊华处理。我相信罗氏的危机真紧就会当解决。希望以后假使有同款的情形发生，麻烦你甲我讲。当然啦，啊，搁有迄资金哦，汇入去罗氏建设的手续，敢有需要我斗相共？假使你若愿意斗相共，安尼自然上介好啊。因为张俊华非常的固执，一定唔肯互老夫人公司的账号。你放心，我已经准备好啊。
这是公司的账号啦。长生，我真正无你看唔对。是我上纯情的梦，一世人袂当将你放。上纯情的梦，一世人袂当将你放。这是公司的账号啦。长生，我真是无你看唔对。金华，我安尼做吼，是希望要减轻你压力啊。哦，长生，这根本不是公司的账号。你是想要减轻我的压力，还是要减轻你家己的财务压力？罗先生，你敢袂当解释一下，这到底是安怎？长生，你这根本就是被人骗嘛！我唔免解释啊，跟我来警察局。君华，莫送我去警察局啦，我求你啦，莫送我去警察局啦，好无？我嘛是为了要搏一次大的好翻身，我其他而已啦，你要相信我。君华，我答应你，绝对袂有下一摆啊！求你放我一条生路，好不好？你要相信我，好不好？堂哥，阮阿爸身躯边就敢咱两个亲人，咱两个人应该斗阵合作，用尽罗时，毋是互相来扯后腿才对啊！啊？我知啦。这边的代志我都莫甲你计较。多谢你，多谢你啦，堂哥。你甲俊华两个人都是阿叔的左右手，倒手甲正手一定爱合作，爱合作，才剩会出去出有力。阿姐，我用个对天咒抓啦，我为今仔日开始吼，绝对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绝对袂让阿姐搁伤心啊！啊，我若做袂到吼，我出去吼就一定去互请。唔免手抓啦，只要你是真心的，阿姐当然会相信你。哦，多谢阿姐。哦，老董啊，今日大家拢伫遮，有一件代志，我想要甲你报告一下。啊好，请你讲。顶摆有甲你讲到老夫人要带俊华去香港手术的代志。啊，我知影，我知影，都爱去香港吼，才会当替俊华做上进步、上新的脑部手术啊。是啊，也不过听讲即摆台湾的病医嘛，当伫咧研究这项上新的技术。我想，假使俊华本身也无反对，会当请老夫人安排相关的医生来到台湾替俊华开刀。若是安尼，俊华就唔免遮尔麻烦，专程去到香港手术啊。你嘛较方便照顾伊啊。好啊，这个办法足好的啊。俊华，若是安尼时，你就免烦恼当厝长的健康，嘛免烦恼公司无人替你照顾啊。俊华，公司吼，我会替你分担啦，啊，你就去开刀，互阿姐安心吼。俊华，那呢，我先替你安排啊。无咯，我搁再考虑一下。要搁考虑啥？有啥物代志是比你健康更加重要？你去开刀好无啦？我会逐工去陪你。你敢真是希望我去开刀？当然啦，咱两个敢毋是讲好啊？咱两个会白头偕老，不离不弃。所以，我爱你想尽办法，互家己活的。
遵守咱两个约束。我做会到，我绝对会陪你一世人。哦，你甲看，哎呦，啊这人若生做安尼啦，啊，不然你看，这客厅就穿安尼吼，真舒适哦。我感觉真是，对啊，客厅穿安尼真。我已经决定好啊，我愿意接受手术。真正的安尼真好诶，哈，安尼才对啦，爱惜生命啦，若有希望吼，就莫放弃，知无？对对对对。哦，你啊，真好真，我你规个心都安尼放来。我嘛是哦，啊，这烦恼伊也歹去啊，是要安怎？对对对。是我，10分钟以后伫饭店边的公园等你。你若不爱来，你再试看卖。公园，好啊，苗栗，我再看你要变什么把戏。找我什么代志？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解除甲明志的合作，希望你会当遵守你讲的话，甲我保证博山的安全。安尼，就看你日后表现啥款啊。我今仔日心情袂歹，咱来去北投洗温泉。刘立伟，拜托你唔通遐超过。你甲我要求的配合，我拢一一照办。你还搁咧威胁我什么话？如果你唔惊，我变面来报警。我唔相信你有这个胆，我嘛唔相信你会戆到有村来冒这个险。我知影你真疼惜你的囡仔，你袂摕伊的前途来冒险，尤其是博山的，对唔对？我讲过，我已经为你放弃一切，你小配合一下，应该无过分才对嘛，啊？小姐，天俊，迄天开枪的人是我啦，你唔免为着要保护总裁受到刘立伟的威胁啦。有啥物代志，我来打就好。你这臭小囝，才无你的代志啦！你闪到远的。刘立伟，我警告你，你若是敢欺负或者是威胁总裁的老母，我一定互你死了真歹看。总裁，以恁总裁黑社会的背景，我若无爽快，我随时会当找到真侪证据来检举，伊就无通遮尔好食。哼，干嘛呢？我若是将你威胁小小姐的行为甲总裁讲，你认为你会当安安稳稳徛在这个所在是？你好打你试看卖啊！天俊，这样代志我来处理，千万唔通将代志闹大条，莫当我生这样代志。也毋过这个古仔囝伊，刘立伟，该配合的我会配合，请你走。敢讲你真正要等博山来遮处理是？我若真是发生啥物不幸，我绝对会甲博山拖落来陪我做伴。你考虑清楚哦。小小姐，你哪就爱忍受这个古仔囝啦？交阮来处理就好啊。我烦恼博山的冲碰了代志，所以唔敢将刘立伟伊威胁我的代志甲伊讲。天俊，为着博山好，这样代志千万唔通互伊知影，千万袂当，知影？杨明生的夜景实在真水。对啊，尤其是甲你做伙，互我感觉这个景色搁较水。我惊我无机会再看。你莫安尼想啊！
你要对你家己有信心。是啊，为着你，我啥物拢愿意做。我是惊万一手术若无顺利，我就愿意离开你。你敢知影？其实爱情的永恒，不是伫伊存在的刹那，是伫伊心中永远的地位。我唔对，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我爱你。你是我上纯情的梦，一世人袂当将你放。是我上纯情的梦，一世人袂当将你放。多谢大家来陪我啊！放心啊，我一定无问题。君华，阮大家吼，拢有在遮甲你顾咧，在遮等你，你家己要加油呢。阿爸，你这最近元气还未恢复，唔通急要转去公司上班，把身体养好再讲哈。有啥物代志交代长生就好啊，知影无？君华，做你放心啦，我会照顾阿姐啦，啊公司方面吼有我伫个啦。还有恁边仔两个老的啊，化病的时阵哦，爱记去看医生，唔通黑白食药啊，知影无？哈？你免担心啦。我知了。加油哦！等我出来。我会啦，我会一直等你。博山，你前面一定要沉住气呢。靠！竟然摕我李博山来做文章，我这只好无发挥，家当都破灭了。你们去倒了！喂，义军哦。小弟啊，你开门啊！你甲我解释清楚。博山，莫叫我名，你无够格。你放弃甲明记合作的准拄煞，竟然还找磐石建设来搞演。你将无到上大面的小公司，凭什么甲我争？你给我一合理的解释啊！李总裁，取消合作案的计划，我伫媒体上已经解释了真清楚，我无需要搁甲你加讲啊。我要听你亲自甲我讲，你讲啊！你紧讲啊！总裁，你放手啦！总裁，你是安怎？你搁沉不出气啊？天俊，紧将你的总裁带走，万一来去撞到迄个啥，安尼就害啊！当着啥？有你话是无？恁这两个唔知介绍狗男女，敢去啊？你来使骂家己的老母啊？你敢唔知你老母安尼做，拢是要保护你呢？刘立伟，你要求我的配合，我拢一一照办，你还搁要为难我啥？敢不过你唔惊我秘密来去报警？我唔相信你有这个胆，我嘛唔相信你会戆到有村来冒这个险。我知影你真疼惜你的囡仔，你袂摕伊的前途来冒险，尤其是博山的，对唔对？妈，请你原谅我，妈，我对不起你。不要紧啦，博山。妈，博山。真是的啦。妈。
卖着急啦。医生啊，阮囝手术有顺利无？是啊。真顺利啦，确定啊若清醒哦，若是无啥物其他的问题，就会使转去病房休困啦。多谢你，多谢你，医生，多谢你。无代志啊，无代志啊，足好诶。这几年来，我拢爬走，不管去倒一个国家，我拢是住饭店。我饭店已经住惯死啊，又用走去甲你住，唔知影你甲医娟会方便无？妈，你想伤多啊啦！你甲我大是天经地义的代志啊。你的心意我了解，也毋过医娟遐唔知影有要紧无？医娟遐你免烦恼，我头拄已经打电话伊啊。伊听着讲你要到阮大，伊就足欢喜的去摒扫房间安尼。是啊，阿姆，阮嫂啊，伊足明理的啦，我相信恁斗阵哦，一定会足欢喜的。怡娟，伊自细汉就无爸母，伊一定甲你当做亲生的妈妈。行，怡娟，别等啦。妈，你想怎？其实我真正烦恼的，并不是我甲怡娟的相处，我是惊讲，万一刘丽华来找我找无的时阵，伊会做出啥物对你不利的代志。妈，你有相信我？你是我的后生，我当然相信。那呢，你就免烦恼刘丽华的代志，伊的代志我来处理。总裁，稍等一下吼。博善，刘丽华是迄种不管什么款的代志，伊拢敢做的人。你若是真正甲激着，反正伊会选择甲你同归于尽。反正伊搁一届将咱规家遐拆散。妈，绝对袂。你甲我还阁姐姐，咱经过遮尔多折磨，真无简单才法度团圆。我袂阁互任何人甲咱拆散。也毋过，妈，有我伫的，我袂互任何人伤害我的亲人。博善，妈妈就是知影你这种保护厝内面的人是，所以我毋才会烦恼。假使你若真正去找刘丽华报仇，你发生什么意外或者是不幸，你叫妈妈甲姐姐是要安怎？妈，即摆我已经毋是当年迄个啥物拢袂晓的查甫囡仔，我绝对有这个能力会当保护你，也阁姐姐。啊，若刘丽华，我会去解决。博善，你是不是会使唔通这么冲动？妈妈真正无希望你因为去保护刘丽华，让你家己去受到什么款的伤害。妈，你放心，我该有责任。我答应，我绝对袂做出让你烦恼的代志。只是，我该做的代志，该算的少，我一个拢袂漏到。会当甲我的囡仔团圆，真正是互人真欢喜。也毋过博山对李伟迄种恨遐尔深，李伟的风光，搁再加上博山的恨，假使讲有一天因两个人若伫迄路拄着，我是要安怎才好呢？有闲的，我想我一定要找李伟，好好将代志讲好清楚，才会使。前一代圆圆满满，绝对袂当搁再看连个囡仔身躯顶。妈。俊华，你醒啊？足好诶！我来找医生，还佫打电话给阿伯阿姆，还佫董事长，你等我一下吼。
我知影你心肝内在想啥，你放心，我永远拢袂离开你，我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躯边。即马我是要安怎较好啦？如月选择转去宝山那边，可见之前我对伊威胁已经无效安尼。我一定要想一个办法，让如月感觉伊除非甲我做伙，已经无其他的选择啊啦。对一个做妈妈的人来讲，上重要就是家己的囡仔。我转去找志坚参详，叫伊打击罗氏甲明智的动作，就要较紧的啦。志坚啊！志坚！三更半暝，佫唔知影通转来，是咧屁啥梦呢？喂，志坚啊，你人伫底？甲明芝做伙，我有代志要找你啦。你紧转来，即马马上转来啦。苏林才死偌久呢，这颗情绪真正安尼心情遮尔好，甲明芝逐工咧约会，无悔无目屎。我要甲阿姨讲话。袂用的，我袂用就电话给你。是安怎？我辛辛苦苦建立一切，袂用毁掉你的手头。你是在讲啥物啊？阿姨，阿姨，救我！苏黎，志坚，苏黎。你是我上纯情的梦，一世人袂当将你。是我上纯情的梦，一世人袂当将你放。哎，明芝。嗯。互你落车，我就唔甘。我嘛是，就希望车就安尼一直开落去。好啊，到啊。足紧嘞，我就希望阮兜住较远的，安尼就用伫咧车顶点较久啊。傻瓜。哎，今仔日敢要互我一个傻瓜煮几项仔菜互你食？志坚，志坚。啊？你是安怎？有心事是无？是毋是心情无好？无啊，无代志。你紧去你休困啊，我来到厝会打电话互你。嗯，你开车较注意哦，我先来等啊，拜拜。拜拜。拜。拜拜。明志，明志。爸，遐尼赶紧找我有啥物代志？宝山因妈妈即马竟然连我的威胁也唔惊啦，搬转去甲宝山住。我唔是叫你赶紧甲宝山的名字抹倒，互伊知影我的厉害。爸，我是无想要讲尔呢。你甲宝山因老母的感情哦，一直影响公司的营运呢。你安尼，我真歹做呢。你即摆咧讲啥笑话啊？
磐石建设是我一手创立的呢。你敢坐伫遐享受尔啦？你有啥物资格甲我讲啥物困扰？那毋是因为我遮尔拍拼，磐石建设早就倒去啊啦。搁再讲，公司的股份我上多，公司即摆是我的呢。我有需要听你的命令，听你的指示是。啊，骨卡说出来了吼，假袂落起来哦。人咧讲饲鸟是咬布袋，就是这个道理啦。你想看卖哈？你今仔日所有的一切是啥物人互你的？哼，啥物人互我的？是我家己认真拍拼得来的啦。安怎？你想讲这一切拢是你分予我的哦？你错了，你只是予我一个环境，我今日会当遮尔稳坐伫磐石建设董事长甲总经理的位置，完全是靠我的实力的。即摆公司是我的啦，我有我的规划甲我的理想，袂搁再听你的指示啊！你这个卡小有啥物实力？你这个无情无义、无花无目屎唔正经，莫怪啦，莫怪你会当目睭金金看苏林死伫你的面头前，伊就是有肯家己吼。嘿，你莫因为我无要配合你，你就黑白要诬赖我哦！你安尼是诽谤哦！我咧诽谤啦，诽谤！我若无证无据，我唔敢黑白乱讲啦。你这个黑白讲啥？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啦。人咧做，天咧看啦。你对苏林遮尔无情，你敢唔惊伊讲苏林变做鬼嘛袂放你煞？安怎？知影通惊吼？哼，惊！你讲的是无影无迹的代志，我是咧惊啥？是你。你捏造这个谣言，你有啥物居心哈？我捏造谣言，对吧？你现在是啥货？哼，你莫甲我讲，那是苏林托梦给你的内容。这是一个真先进的录音机啦，人算不如天算啦。我咧想哦，苏林早就知影讲有一天，你会对伊下毒手，所以准备这录音机，把发生的一切录起来，日后才有人会当替伊伸冤啦。你要听看卖无？若是无听到吼，真正唔敢相信。你是一个这么无人性的精生啦！来啦，互你听看卖啦！苏林，苏林，我就唔相信你的物件名字甲何文顺听到这段录音。我即马知影，你到底是啥物款人？我有叫伊停，我有叫伊停啊！我真正有叫伊莫搁继续啊！伊毋过伊唔听，伊唔肯听啊！啊，这是啥物？你将伊的电话抢走，你把手金金看死在你的面头前！叫你将录音笔给我！你是啥物人来比这款的出头？你甲我讲，你是要要害死苏林？干嘛呢？敢是我摕安眠药回食？敢是我叫伊斗阵去死的是无？是我叫伊爱我是无？是安怎你逐摆拢会当化险为夷，顺利过关？嗯？因为天公伯也徛在你这边，天公伯也特别疼爱你。你想要去倒？你袂当出去。录音笔给我，录音笔给我！录音笔，我已经交警察啦。你我别讲，你无可能交警察。你藏喺度，将录音笔给我，将录音笔给我。青春亲像一蕊花，
纯的花香味，爱情总是予人痴迷，爱甲心肝底离杯，一句甜蜜的恋爱话，咸酸苦涩拢无怨猜。你是我上纯情的